国际消息的部分来关心这中东的局势又搁起变化。这美军呢，昨是伫阿曼湾，甲一只移动的大货轮甲炸落来。总统川普正是讲，这就是为着要来执行海上封锁。也毋过，这移动这边反应是真大，指控美国是违反着停火协议，也拒绝参加巴基斯坦的第二轮的谈判。所以国际油价嘛，因为安尼又搁再起超过6%。 对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的画面，会当看到驱逐舰斯普鲁恩斯号要甲伊朗级的货轮图卡斯号炸落来，上夜毋愿摕6点钟了后，美军对货轮的基板甲击落。 过来就派着战队的队员去甲船靠落来。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平台证实有这件代志，嘛讲这只船进前因为有非法的活动，早就牵伫咧财政部的制裁名单内底。 虽然即马海面的局势恶化，毋过伫咧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马巴德，同款是真认真咧准备好弹标备的工课。当局已经将一寡重要的所在划做红色的警戒区，甲过去外交人员大的饭店甲清场，嘛甲要去观光景点的道路甲封起来。啊，若北京证实。 会由副总统换书，搁一届带特使团去到遐，因为临时停火协议伫礼拜3到期，希望会使赶紧挽救经济，嘛对伊朗提出一个合作公平合理的协议。 Now, security precautions include the closure of roads, monuments, and hotels as well. In fact, the 2 hotels that had been used by the delegations from Washington and Tehran have already been taken over by Pakistani authorities. Guests have been told to find a room elsewhere. 伊朗的国营媒体报道，讲伊朗无打算要参加新一轮的会谈，嘛骂美国开火是侵略，压船是海产，嘛呛讲会来报复。民间对着美国嘛愈来愈无信任咯。 ترامپ یه آدم به شدت مودی آدمی که اصلا معلوم نیست چی کار میکنه یک لحظه دلش میخواد میزنه یه لحظه هم دلش میخواد تموم میکنه امکان اینکه شروع کنه هست ولی دوباره سر 3-4 روز به غلط کردن میفته 新市的中客谈判，即马是一个讲后遐，一个讲本地。啊，伊朗除了好人会甲美国中客谈判，嘛开条件，讲美国若想要讲，就先甲对港口的封锁甲取消。 受到荷堡珠海峡搁一届关起来影响，国际油价搁大起超过6%。啊，若拜3就是停火协议的上尾一天，川普嘛放掉，若是谈判无结果，就会甲伊朗所有的发电厂，抑搁有大桥，甲剪甲烂糊糊。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